来到台中的后里，这个游泳池当初是开1亿来建造的，但是寒天煞无设温水的游泳池，民众真热爱。民意代表接到陈情，马上到场会勘，要来解决问题。 乡亲伫游泳池内面咧收水，有人搁伫边咧做水疗 SPA。这是后里区的游泳池，当初是开1亿打造的，号称是5星级的游泳池，也毋过无加这个设备，关键时啊收水真艰苦。就是年轻人 OK， 可是我们这里都是老岁啊，所以受不了。 今麦体育署答应要补助350万，市政府家己倾150万，要来做加这个设备。那我们希望水温可以增加到23度，让我们的朋友呢在冬天的时候都还是能够顺畅的游泳。市府环保局表示讲，收到体育署核定函了后，会关因别的预算进行改善，未来完工后，就会使提供市民一个完善的游泳池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